针对向原起诉这款吸毒的人，咱政府是予因接受解毒的治疗，透过医师、社工、心理师、个管师等等的资源，帮助因重新回归社会。若自2021年开始，各卫院嘛有执行计划，要培训这款做解毒治疗的人才。 食毒、卖毒是犯罪，不过长期食毒、禁毒品已经被证实是一种脑部功能失调的疾病。现今于2016年开始调整毒品使用者的处理方式，加入各管师、心理师这款减害治疗的方式，帮助因解毒，尾仔会当回归社会。为了培训这款专方位了解治疗系统的医师。 国卫院2021年执行计划，结合医学专科、研究单位等等资源，培训改验人才。这个其实自己作为一个临床医师来讲，大部分接触到就是物质使用治疗那个比较后端的个案。这在其他部分是不是能够让成瘾的这个防治，能够在更全面、在更上游的这些的可能的一个还没进入到临床个案，可以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个服务跟提升的。 进入社区，知影第一线照护状况是安怎做，也参与政策讨论的会议，专方为了解改建各方面的需求。根据精神专科的联合病院上地院区统计，来改建的病人大约有4成是验毒、验药啊，2成5验酒、2成5验跋筊。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，亲像验毒的患者接受减害计划治疗了后，无绑毒品的效果，比单纯在家更较好。全世界的文献终究 指出，真正有效是减害计划，不是司法矫正的这一种关在固定机构的这个方法，要有充沛的能力。因为减害计划很大的精神是说，它有很多专业人要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整合性的照护。 国卫院表示，这几年吸毒的人接受专项胃结药治疗的比例有咧逐年增加，并且有增加甲因甲社会关系切断，结药治疗的解毒效果更较好。未来会建议政府投入更较侪资源来推行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